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美珍。今日有请到台飞地度共同关心讨论话题是世界安全并健康哦。你讲都是强吹果汁，可能身体会较好，因为里边有一种纤维质啦、维生素啦、维他命、矿物质等等哦。可能你吃了人体会较健康，但是哦，最近人个作为主妇联盟公布哦，蓝天使大家从头是火锅菜底边，火锅的配菜底边哦，12种底边有12种的农药的残留量哈超过标准，所以讲呢农药超标是100%了哈，非常非常等人家。另外去年代那个卫生署要公布哦，他讲从头是个强推果汁当中哈，那农药超过标准残留量超过标准的地方，像你讲的西瓜头啦、葱头的啦、tomato 啦、香辣椒的啦甚至迄个铜齿拍等等大家好吃的强菜都会榜上有名大家头前声明的故说都大营养饮食，让这吃到安全，还没你。透过强吹果汁的时间，英国营养也套，韩国中的时间，还没都感染来改变，让做来改变那个农民使用农药的习惯，还有呢你个。台湾农药使用的量是超过全球平均量的5倍啦韩国按多农药当中有30%以上是非法的农药，都大家种非法的地下农药的情况更严重，有乜办法做来防治呢？我想今日一边来讨论，马上为收嘅现场来宾，第一个呢是行政院农业会跟农粮署的副署长黄美花，黄副署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稍等为收嘅是。跟农药专门专科的啦哈，你农委会农业药物特物试验所费文琪费所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稍等为你收嘅是你嘅桃园区农业改良场嘅主任秘书罗秋雄罗博士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稍等为你收嘅是关于嘅化学特物嘅专家哈，你嗰啲师范大学嘅化学呢教授吴家尚，吴教授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稍等是推动关于世界健康安全、土地环境安全嘅主妇联盟嘅总经理，你嘅王延东王先生好。主持人好。头话讲到大家当好食嘅种强菜地位，都像你嘅西瓜头啦像你嗰种嘅 tomato 啦，同时拍地位都系你嘅大头前声明嘅农药残留轻度嘅都在前10名是哪10名？先来看一下。昨天看到农药残留嘅强菜果子头前声明。第一名是你菜豆类，是讲你讲的西瓜头啦、葱头的啦再来是像你荷兰头甜辣椒的、鲜的瓜的，你讲的麦的同时拍菜青椒、tomato 油菜的你是头前声明，所以看到瓜果类韩国这样叶菜类个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哦。像我前讲像那个王总经理做嘛改了10项大家按好食的结果迄农药超标最多的。当然较强的个菜较吸引人，因为外表本身就是一个品质嘛但是我们是消费团体啦，我们觉得消费者应该主动一点，不要被动的去等待这样子的检验，我们应该自己去装备正确的观念，学习好的习惯所以托菜市场买菜托菜的时间，像那种葱的熬到黏黏的，看起来较济，但是它食起较安全的无？这结果啦。应该都前面啦对人懂机的食物，我们有责任去学习，要不然我们说当季当地我们去倡议的时候，消费者如果不去自己努力去学习这样子的资讯、这样的观念，其实你要被等待嘛。所以我们是消费团体，我们当然有责任，我们不能说等待别人去做什么，我们自己要有责任来学习不能等待这个检验报告消费者本身的概念，自家开业基因非常重要当然，你讲所以你季节所生产的菜它可能是比本单是蓝天使的菜嘛，所以蓝天使的种是给它虫的啦，那种是冇很多。
用的肉会是较少吼，毋过倒底目甲迄两天时的菜吼，可能大家是好好的学习咧，迄消费者饲家经验哦。毋过你看到是像头发讲到的，像四季豆了，它一年四季都有嘛哈，像盐酥鸡里面它都有四季豆哦。那四季豆呢，给它整个成长期只有60到70天左右哈，伊它有22种的虫的哈，或者是那种四季豆，也有19种的偏哈暗豆。所以想请教一下费所长，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四季豆是排名第1哈，那它虫害。好，非常非常的多，它本身的疾病的种类也非常非常多。那像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来，就是说去选菜啊，或者说这些哪些菜是我们觉得说要来加强这多认识、多了解的？那对于这样的生产过程，有没有什么样可以进到把关的部分？我先说明一下哈，像这个豆菜类啦，还有瓜菜类，还有这个大部分的前10名的菜哈。它并不是因为病虫害特别多，而是因为它的栽种的模式，它是连续采收连续采收，那病虫害的话，它就防治就是不能停。所以我们现在的辅导农民的方式，就是后期要用那个安全采收期短的，或者用一些生物性的药剂。那这样的话，解决它后期就是老是被验到残留量的问题。那它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它的在台湾栽的面积算是比较小，所以登记可以用的药比较少。所以农民有病虫害的时候，他没有药剂可以防治，他就看农药店怎么推荐他就怎么用。那主要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分析过，它不合格的哈，真正所谓超量才占20%。80%都是使用未推荐农药，有的人说不可用的药，听起来蛮严重的哈。所谓使用未推荐农药，就是厂商没有来办理登记，他不能用。他如果来办理登记，非法农药吗？不是非法农药，是合格的农药。比如他已经登记在，比如说登记在其他的水果上面啊，或者登记在一些什么西瓜上面，可是他就是没有登记在豆菜类上。那他如果来办理登记，他就合格可以用。那就是你说这个菜，这个药本来可能是用在什么其他的作物上，果树啦，或者其他的蔬菜类，不是就是没有豆菜类。那没有用在豆菜类，它一用就是不可以检出，完全要零检出。那这个是制度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从制度面也在修改这个，让它就快一点，就是说有合法的药可以用。这所谓合法的药，就是它已经登记了，只是没有登记在豆菜上。所以我们看了豆菜上不合格，80%都是这种情形。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赶快把一些药剂经过一些科学的实验啊，做完了以后，让它变成一个合法可用的药，然后定它的安全标准，这样农民就比较不会乱用药。就等于说不会这个感冒结果去吃到肠胃药就对了，这叫对症下药哈。这个部分是真切双最做的多。不过现在看下恁个新闻样片来讨论一下，都带来种个农药残留对一般民众来讲嘅影响，尤其大家有很用版去来偷出来卖出来呢。也到农民辛苦去帮各种各样嘅青菜，也就可以来抢又有好些嘅青菜，食起当港当夫纯粹都会有嘅。现代人追求用心空间，故所不帮忙买菜嘅时节没提撇生意。比较担心的是农药，产销履历我比较相信它，因为它有经过验证，对它有经过认证，那买起来比较安心。先买有认证过的，然后再加上用苏打粉泡过，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安心一点。前一步嘅卫生署调查市面上卖嘅农药残留鲜度嘅青菜果子，就係一般人好食嘅面頭也類嘅豆類，其他含有鮮內瓜、香菜也豆、葉菜類。同時也豆殘留農藥當中有3成係使用唔合格嘅地下農藥，是為農民用唔錯，也係提早去輸送，都會對人體空間造成動態嘅危害。我們的農民本身因為他不知道那個產品的含量濃度是多少，所以就有可能會超量。或者是說，他本來是登記在，比如說番茄上面，沒有登記在這個 A 菜的，結果他因為不知道是什麼成分，所以他把它用到 A 菜上面去，造成一個所謂的殘留的這個異常的情形。按當年來，政府未見推廣嘅鹽鋪同生小利益也豆政策，參加嘅農民未見嚟見到，從也豆鋪嘅當局記錄電大嘅農民使用農藥嘅情形，就係希望達到現場安全用藥嘅觀念。栽培有機蔬菜確實有其困難度。有些有機質的防治法唔見得完全做的控制到蟲害，所以還是有農藥，所以全年度那個農藥用量很驚人的啦。政府單位是訂定一個農藥的管理。你從買咗嘅人咩啲講嘅啦，咗嘅
你种地种唔得，唔係講完全是攤開買咗嘅人工，買開咗嘅種地。你講定然就講先預防，寫上嘅時先預防，它有效果。冇等到蟲嘅來嘅時候，將嚟個防治，防治中嘅咗嘅就較重啦，預防嘅咗嘅就較強。有時一般你當做耕種者，你可以有一個觀念。農委會表示，針對農藥殘留事件，會加強先導農民用藥嘅知識。農委會啲今年開始成立聯合查驗小組，希望同消費者嘅空氣安全嚟把關。台灣新聞樣片地度嘅消費者講到，偷嚟種嘅吉原埔生產履歷哈，生產履歷吉原埔標裝嘅哈，當然偷嚟種嘅有認證過，係咪真件它安全？像剛才這個黃副署長就說，吉原埔跟生產履歷買這樣子的有這樣認證的青菜，是不是真的比較安全？確實哈，吉原埔跟產銷履歷的蔬菜，是會比較安全的哈。因為吉原埔跟產銷履歷，我們都有經過一個嚴謹的審查跟管控的機制。那另外呢，其實產銷履歷跟吉原埔都是農民對他的這個他自己的產品要負責任啊。因為像吉原埔呢，下面它有9個這個號碼，這是一個識別碼。那產銷履歷也有一個條碼。這個都可以在透過這個系統去追溯了解它的實際的栽培管理情形。好，講完吼，頭先嘅黃副署長講到，吉原埔邊個生產履歷標準吼，經過政府層層嘅把關吼，不停去處檢吼，韓國有記錄唔好啊，所以人家嗰種嘅認證處理吼，看嘢係管理上係非常嘅有效率啦。唔講像剛才羅博士講，台灣嘅樣片地部青島中村農園講，都係用埋農藥吼。就算係吉原埔啊吼，用埋農藥行講嘅吼，農藥行推薦嘅吼，其實都較上心啦。當然參加散手班吼，散手班一個各樣上面的本地嘅這種教育訓練輔導嘛。但是農藥行推薦嘅咁正經是好嘅農藥，一講咁正經是安全嘅農藥。農藥行一般來講啊，賣農藥啊，佢當然要賺錢啊。那農民啊，那用得多種啊，佢賺得多啦。但是咧仲係呢。一般來講，農藥行來講，大部分都有良心啦，大部分有良心，但是呢，一般來講，農民啊，先好講，用藥之前啊，先好同農業改良場啊聯絡下，看啲乜個平嘢，乜個長將那個用嚟潛農藥行買乜個藥，就仲係推薦嚟農藥來使用，就像你的慢性病一樣，先去找醫生開這個處方簽，再去這個合格的藥局請藥師拿藥啊。這個生起嘅你改良廠，請教你嘅專家，像你羅博士嘅專家，到底乜個菜乜個蟲哦，用乜個藥嘅哈，還適當，給人推薦以後，讓去農藥買。農藥行指明講，買那種農藥可能效果比較好啦哈。唔過我想請教下吳教授是講，長期以來哈，那都台灣講到前面10名嗰種農藥殘留開始吹哈，大概每次榜上都有名了哈。殘留的就是那幾樣農藥了哈，都在那個農藥哈，因為大家都戒不掉這個用農藥。我講那幾種農藥老是上榜，給它突襲難強，做乜冇辦法來禁止它，也都係那道出點問題呢。我們國家的人口沒有下降，我們國家的耕地面積也沒有增加，大家天天還是要吃飯，要吃的東西呢並沒有減少。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說我們的這個農民啊，他的產值啊佔全國的 GDP 啊只有一點點啊，他們嚴格來講他們是弱勢啊，那於是他們也要生活啊。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對他們有這麼多要求，他們的生產力產值又只有這樣。這種情況之下，他如果不用很多的肥料，不用很多的農藥，他將來他要吃什麼？這種情況實際上全世界都有。在你一個國家人口比較多，地不夠，然後需求量大的情況，自然會有這種現象發生。大家也要看一看，我們過去說我們農藥確實都有管，剛剛我們的副署長、我們的費所長都有提過，我們都有管。但是長期以來，在這樣的管理的局面之下，農藥的這個情況有改善嗎？還是越來越嚴重？大家是有目都看得到了，共睹的。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嚴格上來講，必須要檢討的是，我們有管理啊，我們有制度啊，那問題還一直發生，而問題還持續嚴重，我們這個制度有效嗎？我們的制度呢，問題出在哪裡？沒有把這個問題確實給解決了，
然后一直比如说呢，给农民的很多教育，然后给很多大家农药上面的知识，甚至呢，常常我在电视节目上，大家说要问的问题是，有农药了，我们怎么把它洗掉？大家问的都是这些问题。其实不能够把所有的这个问题都理清了之后，我们农药的问题永远会在，永远会持续发生，永远会越来越严重。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去面对的这个事情。那吴教授，我想请教是讲，像头下你罗博士有讲到啊，是讲有买菜上买虫的，用买肉的，所以生意农改厂请教的专家，让伊农药好来买肉的啦哈。是讲，就算是这些合法农药，加个毒，迄咪是会较相对较安全的，加个毒，迄咪是讲人体可以代谢掉的。合法农药的毒，迄咪就是比较安全的毒。呀，两方面来讲啦，迄身体好，个毒吼，慢慢拖延身体里都会分解掉的。个身体无好，你食遐种菜，食遐种强菜人呢，毋迄改多毋迄，你改健康的人呢。有的佢本来身体都无嘛介好的呢。有电机的农药，较安全是无错。用嘅方法唔错，用嘅时间唔错，嘅农药咩无安全。还有一个该冲药嘅事情哦，农药该多都有毒嘅啦。有毒嘅农药唔係講唔去電機吼，有電機佢嘅毒性都會下降咧，唔係啦，可能用途擘個蔬菜當果，耐時節去用，安尼才會正確嘅啦。就算係電機嘅合法嘅農藥，伊其實也有嗰種正確用藥。到底你係用到 tomato 嘅藥嘅，是專門用到那個糖脂拍蛋白哈，韓國嘅加熱量哈來控制吼。就算你像你去引起然後嗰種感冒誒，流鼻水，迄款先生拿嚟藥誒，先生講4點鐘睡到，或者4點鐘睡到，做乜去甲凊彩加個熱量吼，無會發攝唔錯嘅方法唔錯法，也會對人體產生影響吼。你各種誒搶菜果子，佢用藥誒個情況係樣版型吼。好，先來看到迄花胡花類吼，佢到嗰種誒生育嘅初期，要用1到2排藥誒，迄遇到誒殺蟲誒啦、殺菌啊吼，到開發大致到好雜誒呢，差不多是做咧，也係防蟲病殺菌啊哈。所以這整個80天的從生育到採收這80天的成長期呢，總共大概要用藥6次左右。如果我們採計最高次數來的話是6次左右，那80天6次。等於是15天就要用1次藥，所以我想要請教下你嘅羅博士講，你到搶菜因為用藥嘅藥都按接啊哈，你講下一個禮拜所以頭一擺蟲嘅，一個禮拜係所以頭一擺菌哈，一個禮拜所以曬擺菌，咁到底用到按度藥嘅，咁正經對人體一定會有冇影響嘛？是特好的，係一般人的推薦啦哈，但是如果沒有產生這個病，沒有產生這個蟲的時候，根本不會去用藥啦。這個是那個我們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病害，什麼時候會發生蟲害基本上我們都會預測這個部分啦，所以我們一般都會發布警報或者是那個所以農民沒有發生的話，他也不會去用藥啦，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原則，但絕對不是說一定要用那麼多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啦。像我們剛剛講，四季都有20幾種蟲害，10多種的這植物疫病所以。唔係講大概種是不是有幾十種蟲嚟咬佢、拮佢，所以每天都用到按多種藥嘅時候，所以他剛唔是按 sale 了哈。那我想問一下費所長，就是說，一般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其實每一種菜尤其剛剛看的瓜果蔬菜類，每一種菜哇，這生長期期間經常要用到藥，經常1個禮拜、半個月就要用1次藥。那這些藥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一般農藥行推薦其實是一個蠻大的一個這個作用哈。那一般加入產銷班的農民他們比較知道去哪邊買藥，那農藥的取得的部分呢，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風險？是我們在種菜的人要去注意的。針對販賣業者，我們知道他對農民的影響力很大，所以我們有很多的制度下去，包括我們每年會辦理的優良農藥販賣業者表揚，那就是優良的，就是他的販賣店整個的環境衛生，他對他的專業知識，他對農民的輔導，還有就是說他的整個的知識的獲得，不管是從網絡上來或從一些推廣的一些書冊來，這些都具備的話，他就是優良販賣業者。所以我們每年都會選拔這邊，然後把它公布給農民知道。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有這樣子一個良性的一個互動哈，一方面教育他，一方面把關，一方面也表揚他，這樣子讓販賣的這些販賣業者的層次可以一直提高。
哦，唐太恁个罗博士宾恁费所长的讲法，看来叫做买农药的人吼，比如是讲推荐要买使用农药，还有一套制度并判法啦。不过一般设计在港中叫做强催购资的农民，记得如何用办也看待农药那件事情呢？一般阿婆个就佢对农药个经验无哈，佢就无因来指导佢啊。其实通个农药店来讲，麦介肉个用的，麦介肉个喷落去重天落去是，佢毋过无来讲咧肉个特性，其实尤其就麦介情形啊。佢叫个时间做的采收啊，但是要做成就讲佢个提早啊，那菜价是那好个时机要提早采收啊，但是这个农药猛手推。会影响到安全。突然間啊，應該是對身體較唔好啊，會都叫蟲啊，蟲到會拔出那個癌了對哇，應該係咁樣啦。你下來講吼，種東西自家種自家食，也當然安種，因為大家想要食出健康、健康味熱醬的菜，也係要農藥殘留。但是唔過你啊，冇這樣的菜也有唔買。一般係要蔥來要蓋哈，是打藥了打西的，你係必停愛。所有植物必停，所有係全部必停要用藥了。讓人窮人生病了一定要看醫生。所以講你啊，醬菜哈，或者講自家種自家甘食就好買嘢，冇買嘢啦。啊最主要，你按到外本配30都安心。一般个农民在生产嗰個強催購資的時節，其實係一段關係，是講都帶來咗農藥嘅知識哈，真靠用藥嘅知識係物解哈。講一種無本從個條娘嘅菜呢，冇人買哦。來種個種講嘅催講個農藥哈，係咪落當蟲哈？當然農藥施落去，農藥殘留種到對人體嘅影響係非常非常嘅大哈。來看下，來對我哋講過嘅頭先講吳教授講到，就算係有啲定期嘅農藥哈，其實叫做土吼讓佢變下少啦哈。到底一條從看到嘅農藥對人體嘅傷害係點哪條嚟看下？好，你看到係家寶福，所以你講嘅後年冬啦哈。後年冬它是一種你講系統性的用藥，以從它用到果樹來講糧食作物當中哈，佢非常非常嘅毒啊哈，佢對神經和個神經內統會有影響。我想請教一下吳教授，為什麼像美國禁用的家寶福，或者是歐盟禁用的芬普尼，在台灣都還是合法農藥可以看得到的成分？這很明顯的表示農藥進來這個管道，它有不一樣的這個管道。我們剛剛提到說，我們對這個賣農藥的這個人以及農民都有一些相關的這個訓練，甚至透過產銷班的這種做法。但是大家要知道一個情況，就是說哈，即便是我們正常的教育啊，有大學有研究所。大學研究所也有教育哦，這些教育出來的學生，每一個都是會是好學生嗎？都會是社會上正面的學生嗎？所以做相關的訓練宣導，不表示說後續得到的結果一定是正面的。哦，還有一個就是說呢，如果說他因為做這樣的事情，他所得到的這個利是很大的，甚至可以抵過他事後所要受到處罰的這代價，當然有人會鋌而走險。所以其實過去啊，農藥也有很多走私的農藥。也有很多自己在國內呢隨便亂合成的這個農藥，這些農藥其實啊嚴格來說啊，從現在化學的這個知識啊，跟農藥合成的知識來講，這些合成都不是困難的這個事情。當在做這樣的事情，它有很大的獲利的這個空間的時候，然後於是呢，處罰又不能夠達到確實的這個目的跟效果的時候，他當然要這樣子去做啊。我們拼命努力的在做教育，在做宣導。通常來講，就好像我們在看一般的學生一樣，這一班大部分都好學生。5個壞學生就把你這一班搞垮了，就把你這一班的導師，就把你這一班的學生給老師都給你累垮了。所以這個是很明顯的這個事情。所以啊，在現階段啊，農民的這個人數又少，然後他又是國家的弱勢，大家都這麼仰賴他的時候，即便說我們給農民很重的處罰，政府真正敢確實這樣去做嗎？做了之後，說不定後面我們都沒有農民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大家去吃什麼？所以這個也是相關的這個單位要仔細去思考的事情。所以我們常常在講啊，不管是宣導還是教育啊，最重要一個部分，把正確的價值觀交給他們，交給他們之後，還要讓他們有持續活下去的這個空間，才是正確的。
像我讲参加恁个网运动王总监是讲，伫我看到吼，按到核发农药对人体伤害好像非常非常的大啦吼。甲因着迄个生产者消费者的生产资证嘛，是讲毋同样完全看他按样情况，当然就会施工业韩国来经验伫摆度，因为讲按样情况有可能改善嘛。那我想说，因为刚刚看荧幕上这么多可怕的名词，其实呢还没吃就已经被吓坏了哈。但是呢，毕竟食物是影响我们健康很直接的，但是它还有其他的来源，有水，有我们的空气，有我们的环境。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很大的部分是来自于压力啊。当然，我现在讲的意思是说，也不要太紧张了哈。第二个就是说，当然我们有责任要去做这样子的努力嘛，好，为了我们的食品安全，好，我们自己倡议的当然是把我们的消费力集结起来，去发挥影响。那具体的做法，除了因为政府它顾虑的是整个的系统，它要用规则的内容去看事情啊，哈，那到底按迄人啊，好，按迄人迄有感情呢？故说我就当鼓励消费者去拜访生产者，就是说你跟生产者去建立就近。当然在都会里有它的困难，好，刚刚讲说出一个压力，如果我们自己要靠这个系统去改善人家嘅食物安全的话，当然太多数人会做得到，但是人要努力用的做呢，当然做的去拜访生产者，好，去建立感情，好，我们要去关心生产人的生计。刚刚吴老师也提到，其实他们有他的生计啊，那管心体，没讲就只有消费者安全的立场，他们的生计怎么去鼓动，建立这样的互动跟感情，然后他会发挥，把我们当作自己人。当然，佢中间他就会想到，要让自家人会死的啊。当然，佢会想办法，哦，对自家亲人朋友种嘅东西，当然种出来冇穷用。嗰所按样嘅题目，都后背来看，哈，就会想到要讲给讲，那行到前面去，是对生产的人给他关系，给他关心，给他感染，对佢嘅支持而标出来啊。好，要让消费者希望被提醒到的。好，那我想费所长好像有要补充。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什么加宝福啦、贝芬替啊、芬普尼等等，都是合法农药里面的成分哈。那可是这个伤害蛮大的，像我们刚刚讲啊，加宝福在美国是禁用的药品了。那在芬普尼的部分，欧盟也是禁用药品，为什么在台湾还没有被禁止使用？那刚刚荧幕上打出来的这些农药都是合法登记可以用的药。那一个药它毒不毒，其实是一个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盐巴吃多了会不会肾脏出毛病？我们安眠药吃了可以帮忙睡觉，吃多了可不可以自杀？所以农药也是一样，所有农药的登记，因为这个是蛮专业的问题哈，农民他也许不是很懂这个农药的一些性质，那一般不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也不见得很懂。那我们药毒所是因为是一个实验研究的单位，我们在负责农药台湾农药登记的把关。刚刚这些农药都是合法登记的药，合法登记的药，它要怎么去判断它可不可以变成农药？第一个，它当然对病虫害要有防治的效果，这是最基本的。你没有防治效果，这个根本不用谈了。有防治效果以后，接下来要考虑它对环境会不会污染，它会不会在环境里面残留很久都不会消失，会不会代谢掉？如果是这种，不准登记。它对我们的人会不会造成一些慢性的病变啊、致肿瘤啊、生殖毒性？如果会，用这些动物做了几年的实验，观察下来，他一定要做实验，一定要提出实验报告。如果会，对不起，这个药也不准过关，也不会变成农药。那包括我们对我们人的毒性，还有一个是急性毒，可是急性毒对消费者完全没有关系。譬如大家提到什么剧毒农药，或者是中等毒性农药，这个都是针对使用农药的人，也就是所谓农民，还有农药工厂的人，他在很短的时间接触比较大的量，他会不会中毒？这个叫做毒性的分类，我们在标示上面有红、黄、蓝、绿来做区隔。对于消费者来讲，他关心的应该是非常少量的，就是在蔬果里面残留的那一点点量，经过长期10几20年吃下来，会不会造成慢性病变，比如说生殖毒性啊、致肿瘤等等。那有这种疑虑的药，绝对都不可以过关变农药。所以可以过关上市变成农药的，是这些疑虑都是排除的。那至于说有一些刚刚写出来的一些特性，那个都是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加下去的量非常大，因为他在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有很高剂量的。
很低剂量的、中间剂量的，所以我们在推荐的时候都是安全剂量的，那种很高很高剂量的才会造成这种问题，这就是我说的盐巴或者安眠药，你很高剂量的时候都会造成问题。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毒不毒是一个使用量的问题。那农民来讲，他没这方面的知识，他怎么看？他看标签，标签上有告诉他你现在有什么病可以用什么药，然后可以用多少量，然后多少天以后才可以采收，才不会有残留，这些东西都写在那个标识上。另外，我们在各个改良场所还有农学院校里面都有病虫害诊断中心。如果说农民他搞不清楚是什么病虫害，他可以去这些单位去问诊，然后会告诉他可以怎么防治。然后贩卖业者，我们一直也在训练他们，让他们增加这方面知识，他可以就近紧急的时候也可以帮农民做个判断。就是说，一个农药的管理、农产品的安全，它一定要从多角度的去做管理，才有可能面面顾到。其實政府可能係有政策，也有就對應嘅方法，不過都係這麼做按當然啊，消費者所得到嘅消息，可能效果咩非常非常好，都係台灣因為擺開一種嘅農藥王國一樣嘅名聲嚟講，先休息一下廣告以後繼續嚟討論。中央村民台北節目現場啊，上一堂嘅節目當中討論到那條菜呢，那條長菜高脂嘅農藥殘留量較多啦嚇，還有一條就算係有登記合法農藥，佢條成分對人體嘅傷害也非常非常大嚇。台灣都係一隻農藥王國啦嚇，都係一種農藥王國，它係用藥情況使得大家嚟關心。總係講台灣係一隻農藥王國呢，嚟看一下那種統計圖嚇，所以說明一樣情況。所以看到咧喺民國96年到18年嘅種嘅農藥使用狀況嘅統計資料咧，係農委會食物防疫組嘅資料啦嚇。民國96年嘅時間呢，每公頃嚇嘅港中體一年都得用到11.49公斤嘅農藥哦嚇。不過咧數字慢慢有降下來啦嚇。到民國18年嘅時間呢，呢種嘅數字講到每公頃嘅港中體呢，佢嘅用嘅農藥係10.21公斤嚇。就算係呢數字有降下來，不過其實係也係全球農藥平均用量嘅量，你講5倍。它嘎了哈，所以看到了还非常非常電影講哈。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費所長，就說全球平均5倍的農藥用量，這農藥王國的名號要擺脫，真的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啊。其實我們在亞洲國家來講，如果說大家的生產環境條件都差不多的話，我們還是比日本、比韓國要高啊。到底為什麼台灣的農藥的用量這麼的高？我們剛剛前面講到這麼多的宣導，這麼樣多的這個教育訓練，好像都沒辦法改變這個現況。好，這個我從2個角度來做切入來討論哈。比如說第一個，為什麼我們台灣一定要用藥？因為我們是亞熱帶的環境，病蟲害就特別多，好，生物多樣性，病蟲害特別多。那有了病蟲害，你為了要保護你的糧食，它就是要用藥。好，那可是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就是因為我們的環境氣候好，不像很多國家是冬天下雪、冰天雪地，根本沒有辦法種菜，像日本啊、韓國都一樣。我們不是，我們一年四季都可以種菜，所以我們一個單位面積上面，我們有時候是2座或者是3座，我們會做到2，所以你這個用量算下去，如果把這個用量除以3或除以2，它的用量其實就單位的一個耕作的作物生長期就沒有那麼多用藥量。第二個呢，我們最近有推出來一個制度，就是協助我們很多農藥製造商，它的生產的農藥外銷。好，所以我們現在最近有發一個證，就是製造專供外銷的一個制度，核准它就是說進口原料，然後生產以後專供外銷。所以這個量的是不是有把這個算進去？這個還值得商榷。好，因為我們現在是最近大概5年才開始有這種制度，就是為了協助業者拓展他的那個事業，所以它可以製造專供外銷，而這個是不存在台灣的使用的量裡面才對。所以所長意思說，這10.21公斤的藥裡面，不是完全用在生產供台灣生產消費者所使用的部分了。佢講到台灣嘅農藥會用到按度，注意喺大家當認真嚇，就
因为一年做种2倍3倍啊，所以伊用可能迄配上年2倍3倍按多。咱是讲台湾迄红热带天气吼，迄种虫的真劲非常非常的多吼。不过到美国上飞吼，去年民国101年吼，对于台湾嘅政策建言拍皮书就会讲到，台湾按到嘅农药伫要30%咧，迄所谓嘅非法嘅地下农药吼，你係非常非常嚴重嘅。農藥中都按到就有非常非常嘅多係非法嘅地下農藥，到底嚟到非法地下農藥對於台灣嘅影響幾大呢？先可以統計數字啦吼。了喺民國93年到101年非法農藥查攝嘅成果哈，到民國93年嘅時間咧，伊查攝到24公噸哈，到民國98年嘅時間查攝到127.3公噸，非常非常嘅多哈。不過到101年咧，係1.2公噸哈，看伊數字講係非常非常嘅大。不過一個再看到，連續9年來呢，這連續9年來，這個非法農藥查緝大概超過510.3噸，是不是先請這個我們的吳教授來看一下這樣的一個數字背後，它更大隱憂是在哪裡？實際上來講吼，你水態問題啊，唔係講你啊吼，蟲誒較大啊嘛解啦，你唔是同韓國比啦，唔是同個中國大陸去比嘛，比你較熱嘅蔬菜，你用嘅農藥咩比佢就較多啦，哦，加個蟲誒比你較大嘅蔬菜啊，哦。佢也冇用any按多嘅農藥，所以實際嚟講，any管理嘅方法，any教農民去用農藥嘅方法嘅制度吼，本來都可以教嘅，可以相關啦，哦，any 嘅政府嘅單位吼，佢有一多資源可以做一種事情，any 一啲啦，哦，佢一定要做動工苦啦，吼，農民咩動工苦啊，老百姓咩動工苦啊，any 問題要頭嘅問題要尋出來，問題多也下冇尋出來，冇尋出來。講嘅農藥那種有毒無毒，叫做毒理嘅單位、該太單位、該度單位，強下做只講一種農藥有毒啊無毒，有幾毒，有該毒無，有10分毒無。你國家冇按太按多嘅單位做嘅呢？你所有嘅消息大部分來自國外來嘅呢？你也同人家講，哦，一種東西呢，有毒無毒啦，可以用唔可以用啦，哦，還要做實驗啦。你中華民國吼檢驗還可以，做毒理嘅實驗嘅單位改少，做唔可以全。哦，也同人家講，也種較無毒哦，你用哪種？嗰度用也種，人家講嘅毒到尾死啊，冇個用嘅啊，哦，人家已經佢。換做替代品呢，還可以用亞種嘅農藥，安尼過唔過去啦？過唔過去？好，我想講下羅博士啊，哈，而家都農業改良單位做事情咧，係咪真見像恁頭下吳博士講嘅？政府發到呢方面嘅資本唔拉，來講真見農民嘅前途嘅方式嚟做改變。農藥用台灣用較多吼，係要個真正嘅原因啊！我可能講錯，本大家了解下，因為同農藥行有關係啦。農藥行一般來講吼，佢個背景知識不足啊，有時候冇辦法判斷講啊，你係乜個蟲，係乜個偏害。咁唔係個都係上課咩？嗰種個冇辦法到像人嚟改良廠啊，嗰種係按照經驗啦，所以有時候冇辦法對症下藥。那講一種啊，佢點那個乜個偏，其中一種農藥就有效咧。但是呢，佢唔啲情況之下呢，係推薦其他種藥本。到那邊有3-4種，但是基本是種有效的呐，然後雞尾酒式的療法了。哦，那雞尾酒式的療法很多3-4種裡面只有1種有效，其他都浪費掉了。哦，所以用藥很多啊，真多，咩係拖掉部分來一個浪費掉。哦，所以這個那個部分呢，因為該用那農藥販賣商的部分啊，我會加強那個就是病蟲害診斷方面推薦雞尾酒式的療法用藥。教育我會加強啦。頭先講到農藥呢部分啊，它還是非常非常的強。其實農藥還有親定講很多環境荷爾蒙、環境荷爾蒙啦哈。你哋下所提嘅環境荷爾蒙是嘅響公布，差唔多72種，其中有42種係來自所謂嘅農藥。唔告訴因為環境荷爾蒙是一種基因毒哈，佢會對你嘅基因世世代代傳下去嘅，係冇？唔告訴。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這幾年來，環境荷爾蒙毒性的這些化學物質種類越來越龐大。那將來會到什麼樣的地步？連我們做這一行的做這麼多年，我都不敢去預測，都很難去預測。
当然，农药呢里面呢有很多是具有环境荷尔蒙毒性的，那有很多环境荷尔蒙的毒性确实是已经到达基因毒性的这种地步的哈。对。那在这样情况之下，我刚才也提过，我刚刚是用客家话讲的，我们国内要真正的去完全做到这些相关毒理的这个研究哦，实质上来讲很困难，我们没有这么多单位，也没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单位哦。你要做到了解的时候，已经要花掉国家非常大的成本，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国外相关的知识陆续极快的引进，但是我们引进这方面的知识的速度又很慢，我们顶多呢能够做比较高级深入的相关在农药上面它的普及率，或者是它在残留的情况的这个检验，也许还可以赶得上国际相关的脚步。但是你要去说那个农药有多毒，毒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应不应该禁，应该引用什么样的替代品？中华民国台湾还没有这么厉害，还没有这么厉害。那至于这个部分呢，怎么配合到我们怎么样去做相关的管理，老百姓要怎么知道呢？最简单的这方式，老百姓啊，即便是去农药产销班，或者是训练农民啊，怎么样施药，其实都有相当大的这个困难在的。对一般的老百姓呢，各行各业都有，哪有办法让他们了解说这个东西有毒有害到什么地步啊？甚至到你下一代、下一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唯一最好的这办法，我常都在跟大家讲，在你日常生活当中，能够避免有毒的东西，你要尽量避免。好，这就牵扯到我刚刚讲的公平性啊。我花钱去买东西，去买蔬菜水果回来，我当然不希望说我蔬菜水果上面真正有人去检查的时候，上面还有农药，还不知道是哪一种农药，可能是没检查到的农药，可能检查到的农药，检查到的农药是不是我就懂得把它清洗掉呢？还是检查不到的农药，我们也有办法把它清洗掉呢？老百姓要的是一个安心。要的是一个安心，管理单位也是要给老百姓一个安心。当老百姓不能够安心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社会的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有需要改善的这个空间。但是我还是一句话，日常生活当中有毒的东西，我们能够把它免掉，我们要把它免掉，不止自己要免掉，我们政府单位，我们在做管理单位的也要帮一般的老百姓免掉。减少这样的毒性进到我们日常生活，不管是食衣住行，这才是正确的、有效的政府单位。我想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黄总经理，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一直讨论到这些农药，不管是合法农药或伪劣农药，或者是这些环境荷尔蒙等等等等的都好，我们讨论都还是在生产、销售阶段、生产阶段。其实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的蔬菜水果，尤其像台风期间，我们都从国外的一些进口的一些。像什么高丽菜啊、马铃薯啊、洋葱啊等等这些水果、这些青菜里面，是不是进口的蔬菜它相对就比较安全？因为我们有一个除了这个农政单位把关之外，还有这个卫生署啊、海关，好像把关的单位更多了。那是不是国外呢？像我们刚刚讲，这欧盟有禁用药，台湾还在用啊？那是不是感觉国外的用药比台湾要安全呢？是不是？我们在农产品采收以后，它还有加工用药部分，那进口的农产品它的加工采收之后的用药，是不是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如果我们要取得这样子的东西，它价格来源的透明度，还有新鲜度，用的把握，因为它挑的讲做产后处理啊，这个保存的方式啊，运输的方式，一般消费者可能会说，哪一个国家的安全标准较高，可能人家名唔多。但是人做嘛个注重用当地的新鲜蔬果来克服那个事情，而且冇去学个太麻烦的哈。人都新鲜，乜个东西人都新鲜，就讲炸多人吃的时间越短越好，系冇？要提一点哈，提一点，就是消费者的观念啦。青是加防腐剂嘛，充满。就讲冇去学嘛个按复杂的化学名词，是新鲜的哈，要懂重要。嗰人的透明度啊，牛亚的制度。但是，嗰下有糖度，要唔係特sản，因為遵循那個制度啊，要來源同複雜啊，嚇。你上到講，你想辦法講了解佢狀況，不管佢係安全嘅，佢係無殘留嘅，佢係有機嘅，不管佢係乜嘅，但是我要了解啊，我要看得到啊，我要有情感嘅交流啊，嚇。一農藥啊，又在消化啦，像吃晒的也是農藥嚇，唔好用啊，是幾萬年。是都是小特的，做嘛因为都假嘛，也是光收啦哈。但是青出药我都因为站在消费团体啦哈，那蔬果的东西很清凉，而是当地很重的东西。好，刚才请教一下黄副署长，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台湾
这个夏天的时候，这样经常会有台风嘛。那台风季也经常会造成台湾的这个叶菜类或者青菜的水果的短缺，所以我们会从国外进口一些水果储放，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拿出来，就是平衡调节一下这个菜价。那我们是针对这种国外进口这些蔬果类，我们在这个农药残留，或者说在这保鲜剂啦、防腐剂啦、漂白剂这些使用方面，我们农粮署在这部分也有做相对应的配套措施，让我们的消费者即使是吃国外的进口的这些蔬果，其实也会有相对安心的这个保障。这个部分哈，我们农粮署跟卫生署是有一个分工，在市面上流通的这个部分是卫生署他们会去做查。那农粮署的部分是就国产的部分，所以国产的部分我们每年在田间监测的部分针对蔬果每年抽验的件数有差不多1万件。那事实上刚刚大家都在谈说我们的这个不合格率很高哈，事实上由我们监测的结果，现在每年的这个合格率有逐年在提高。那整体来讲哦，去年已经提高到93%多啊。那其中吉原谱的部分也比这个平均值还高啊。所以国产的部分除了在田间有做把关以外，在上市了以后，卫生署还是一样会再做抽核。所以国产的这个部分不但严格把关，而且是比较新鲜的哈。那刚刚大家也都提到哈，那新鲜的话，一方面就是可以维持它原来的风味，那另外呢也可以保有它的这个营养的成分所以我们国人还是要多吃国货。好，那我想最后也请教个问题，请台上来宾一并做总结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黄副处长说，其实很多的青菜我们现在都有点说，好像经过改良之后，1年4季都可以生产。国外的菜台湾也种得出来，但是相对可能这些不是当令或者说不是台湾本地的蔬菜，它的虫害或用药就必须要增加。那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来思考，台湾原生的这些蔬菜，像我们讲这个竹马嫩、地波丁哈，你讲马齿苋或像黄秋葵等等这些台湾的原生蔬菜，它本来的病虫害就比较少。那农粮署是不是要有计划的来推广我们的农民去生产这样的原生蔬菜？自然它的虫害少，它的用药就会减少，那食的安全就增加了这个部分。确实哈，现在我们就是站在生物多样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哈。那一方面让我们的这个生物能够尽量多样化。那事实上有一些传统的这个蔬菜或者是原生的蔬菜，它的抗药性、抗虫性都比较高，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推广的一个方向。那另外呢，我们为了确保我们国产的这些蔬菜都是安全的，其实我们最近这几年也积极在推设施栽培。那在设施栽培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也可以减少这个农药的这个使用量。OK， 好，那我想再请教我们的费所长，就是说，其实台湾已经有所谓的农药管理法了，好，相信很多东西都有这个法令的规则在这个制定，可是在这个相对应的法则或者说这个方面，是不是也能够做到更加强、更严格的把关？我们农药管理法有几经好几次的修改，那法则也越来越重。比如说像现在你如果用禁药，它是可以到达7年，然后它的罚款可以达到60万。那最近我们还在修改另外一个法规，甚至可以达到150万了。另外我要说明的一点就是，在我们检验这些蔬果的时候，都是用最高风险的观念。比如说香蕉，我连皮做；西瓜我连皮做，我的目的就是用最高的风险来把关。可是消费者呢，我们外销的芒果常常被测到不合格，不准出去，可是皮一剥掉就合格，所以有时候农民会跟我们反映，可不可以皮剥掉以后拿去加工？我们说不可以，这样我们以后没有办法管农民，所以我们连皮做不合格就是不合格。那实际上消费者有没有那么高风险？没有，因为他会去皮。所以这个是一种也找机会要跟消费者做沟通，那这个是我们跟卫生署都在努力的啦。那针对进口农产品也一样，它也要定进口，所以它都要抽检，符合这些残留的标准容许量。那这个容许量不是进口是进口，国产是国产，它一定是加起来的总量，不能消费者绝对不可以吃超过这个
规范的一个总量，超过这个总量才会有危险。所以蔬菜水果这些粮食20几种，你要每一种都超过了容许量，你才有风险。你其中一个超过容许量，另外其他类别的也是你取食的范围内没有超过标准，加起来总量管制，这是一个观念。好，像稍等，请教您罗博士哈，迄土壤肥料土肥博士哈，所以我要请教您罗博士是讲，迄边你用化学肥料用的越多，落叶虫皮其实因为补充的农药要用过很较多，所以你较惯性农法大量的使用那个化学肥料，大量的使用农药，你部分生产者的教育观念真经好好来改变，唔係講落葉蟲皮。菜市場嘅一講，其實落葉蟲皮點都可能用嘅行較多，要教育觀念應用慢慢來落實推動。台灣那個不過化學肥料的使用量啊，確實講咪真高啦吼。但是一般咱做試驗來講吼，肥料這都一衝啊，病蟲可以嚴重啦。相對啊個農藥都用得越多啦，吼。所以呢個部分呢，關於個土壤管理啦，講肥料嘅問題啦，吼，呢種嘅部分呢，咱平常時咪做合理化施肥嘅先導啦，吼。但是那個部分要長時間來先導，但是同樣呢，我同呼籲那個農民朋友吼，挺重要呢，那個種那個農產品啊，那親朋好友，就係講那弟子啊，同我ไป讀書啦，就係講上班，可能要買到人自家種嘅東西啦。所以講呢，種嘅東西識到人自家種嘅東西，所以那全國農民朋友呢，挺重要的，最重要注意什麼？安全採收期啦，一定要做到兩個部分，做兩個部分。另外呢，這個部分嚟講，農民朋友那就講病蟲害防治啦，就係講土壤管理啦，種落肥料問題呢，有問題盡量同農委會啊、試驗改良場所聯絡，我們做兩個部分來服務，兩個部分呢，每個試驗改良場所總要做得到。要呼籲那所有全國的農民朋友來盡量做到一點。大概服務車對比農藥行下啦吼，係冇？冇唔錯。好，感謝您嘅羅博士哈，想要強調您吳教授哈，其實你啊，台灣發底部這更多，其實好像對偽劣農藥、某種非法農藥、地下農藥嘅採伐部分哈，挺強誒。實體嘅生意有人做啦哈，直接給穿錢嚟發，所以你係咪因為講，像台灣您嘅費所長講嘅，在農藥管理法部分加強這個嚴懲，提高罰金哈，或者講加強加刑期，是有可能來遏制那種嘅農藥非法使用嘅情況。我喺講一下喎，農藥用1種、2種、3種嘅農藥加起來啊，加個毒性啊，唔係3片天啊，5種農藥加起來個毒性唔係5啊。用重量去管吼，給唔錯嘅管用。我將一事情先講本，你全國嘅觀眾朋友聽。你一個農民嘅訓練啦，吼，唔係講按你教佢講，那個時節用乜個藥嘅啊，那個時節做得用做唔得用，按你聽啦，吼，還有吼對社會、對國家嘅、對老百姓嘅責任吼。也種教育也該重要啦。加有講到，你吼愛大家看做迄朋友，大家看做迄出家人咯。唔種嘅東西礙身呢，礙身體唔好，唔也着人擺咩會有負擔。我有也種觀念出嚟啦。國家應用去管，應用去改，也個管理嘅制度吼，多也項目該做到該好啦，還有該多檢討嘅所在啦。我希望講，因為行可以不斷去檢討啦，不斷去改啊，安尼將會進步啦。好，像最後請教您嘅王總經理是講，其實消費者嘅責任係非常大，都在台灣現在自由經濟市場供需原則，從頭你是講市場經濟係供需原則嘛哈，假使講消費者對從幾年頭改變嘅觀念。對於搶菜購置的要求，冇講聽那種嘅講皮讓人買，所以只出一點點蔬菜水果的不完美，可能是最減少青島農藥用量係咩樣型咯？當然啦，吼，也係人哋大家嘅觀念嘛，觀念上會改變啦，冇人用叫做佢講嘅東西，佢市場嘅需求，佢會種出來樣嘅東西啊，嚇。當然，期待政府都進口、製造、銷售、使用嘅方面，但是也對我嚟講，還係比較管理消極上啦，哈，積極嘅鼓勵上，哈，
环境友善的方式，用去鼓励去，也懂重要啊哈。当然消费者去去发声，要不然我们会是被动的等待嘛哈。然后去发声，然后去学习吧，然后应讲样的事情啊，然后支持人生产的人啊，然后老佮有感情啊，哈。也迄个同时望，然后消费者一听爱好好来学习。好，把老人家的想的东西讲出来，我都去等啊，等人来管理啊，然后用的东西讲出来，但是人讲唔出来，然后学啊，系嘛？好，大家要共下来啊，好。好，今日讨论到台湾啦农药嘅使用超过量，当然抢出购置残留超过量的问题哈。当然，台湾农民非常的嗰种刻苦耐劳哈，因严重两冬、3冬种下去，当然嘅农药用了会较多，不过用反而正确嘅用药，啊像呢个各地方的农改场都愿意提供俾大家很好嘅服务，也请大家多多来利用啦哈。啊像今日村民台飞大部分样型嘅关心的议题，也请持续锁定村民台飞，持续关心台湾两家土地。以上今日村民台飞，感谢您收看，下礼拜抢看时间持续锁定村民台飞，希望大家按时再飞。